各位大佬，呢個對先係一大決賽。眾所周知，我吹水強係嗱你喂入乜嘢？好嘢啊！你可能仲未知，你騰生大師啦！全蒙不知道，我吹水強全省上下都大陸，就數新人級最小。做佢老味，攞不到人頭冇緊事，這只是公共開始。呢個行你也別想要啦。我之前就講過，對啲唔尊重我嘅人，我有1000種方法嚟折磨。知我咗，係有1000種方法嚟折磨佢。有這一刻起，我要對他實行制裁，我要讓他明白，我吹水強並不是好野的，野火啦也是不好辦的。我不僅要見他一次打一次，還要生氣他的後頭，生氣他的後腦。不管他身在何處，都總有一雙色眯眯的眼睛在盯着他的一舉一動。當他還在戇鳩鳩地打着那個小野的時候，我嘅偵探頭腦已經喺度計劃緊，先打紅定係先打人。但偉大嘅西班牙哲學家拉夫莫拉達尼塔斯坦羅米迪斯基講過，只有小學生先做選擇題，我吹水強要連人帶行全部要晒。攞你命3000，冇事，佢只不過係虛張聲勢嘅啫，拍佢條鐵啊 A 佢。A 咗10鬼仔落陣劈，我撲你個臭街，真一下我 A 出嚟，反個都未使驚住，我照樣收佢皮。我話過得罪咗我吹水強，你就冇好下場。由呢刻開始，呢個紅方圓5公里嘅野區全程由我接管，我會用我嘅實際行動話俾你知，同時亦都係教精你。你話你搞邊個唔好啊？係要嚟教我吹水強，你可能仲未知，我係出咗名嘅小氣噶，唔係有殺必報噶嘛。我唔怕同你講，呢鋪唔攞你30個行都能解我嘅心頭之恨。不過我吹水強亦都係深明大義嘅，為咗顧全大局，我個人嘅恩怨可以先放埋一邊，我一閃跟上做佢嘢。雖然話操作我就認真麻麻地啫，但講到膽量，我吹水強夠膽霸第2，冇人夠膽霸第1。係咁以攞咗一堆人頭，大家千祈唔好窒我，因為我會驕傲嘅，我一驕傲就會狼，一狼就會更加抌生毛，一抌生毛我就會見到係人都想揼。雖然我依家係唔夠1半血，但我癲你上嚟嗰陣時，村入邊嘅陳雞英都唔夠我陳雞啊！嚟啊，正所謂風吹雞蛋殼，財散人安樂啊！大啲嘴，你咁狗真係好閪唔夠專業嚇，盲眼都睇得出你係演員啦。再有下次要扣人工㗎，話你知。呢幫我猛咁啤眼呢個軍將，佢得我1半血，又匆匆忙忙咁，應該係想回城。咁大家知啦，我吹水人好閪鬼善良㗎嘛，為咗慳啲時間，我決定送佢一程，都係順手嘅啫。但呢嚿嘢似乎對我有啲意見，我唔怕同你講，我喺度揾緊一竇嘅時候，你仲喺度揾緊流線嘅。兄弟，做佢，我嚟打頭陣，我皮粗肉厚，個塔吹我唔脹嘅。雖然我搏晒老命咁衝，都搶唔到個人頭，但係唔緊要，因為我吹水強不嬲都係以團隊嘅利益行頭。正所謂1000幾百都猶如垃圾，區一個人頭，我又點會放喺眼內？嚟做開嘢，你班友仔成日問我吹水強究竟有冇贏過？為咗證明我嘅清白，我決定贏一次俾你哋睇。如果唔係，你哋真當我鬧㗎。